透过台南市同情儿童关怀协会甲圣恩关怀协会合作，这名2岁同情儿童的家长，上午伫议员王家珍的陪同，邀集市府卫生甲社会局等单位共同召开记者会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这名同情儿童2冬前伫越南来出事，一直到今年入境，因为无健保，家属伫负担袂起医药费的状况。希望公部门会用个来斗3工。刚入户籍，然后健保局说他就是国外出生之小朋友，就是不能够申请健保卡。然后我有跟他反映说，那是当初因为疫情的关系才卡在越南出生，因为2020年越南、台湾同时取消了那个入境的那个政策。然后当年是4月，小朋友我太太是4月可以面谈，但是她3月就双方面都关闭国门，取消了面谈，然后导致那年小朋友9月2号才在越南出生。然后目前现在回国之后，我有因为这样跟他反映，然后他就只是说法规规定就是小朋友入户籍就是未满半年，就是不得办理健保卡。那当然，吴爸爸之前在嘉义就已经有让家宝先就医，那就医也是需要一笔费用，因为目前吴爸爸都是要全部自费的。那当然，又转到我们台南成大医院，由那个儿童血液肿瘤科陈医师转介过来。那在蔡理事长的简单叙述下，我听到是说陈医师说，这个小朋友如果再不给他化疗的话，可能生没有多少。好，那当然，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说，当然我们政府健保已经规定半年后享有健保，但是吴爸爸这庞大的费用要怎么处理？那接下来就是说，我们健保局跟医院的部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所谓的个案专案下去处理这一个吴小朋友的 case？ 好，要不然吴爸爸如果经济压力负担不起的话，那是不是就让小朋友就这样子了吗？制度是为人服务的，当制度有所不足的时候，我们的制度有没有可能的空间，让为人服务的宗旨得以落实，而不是因此造成了人命的伤害。现场包括卫生局甲社会局，因为碍于法令的规定，因为健保必须要入职半冬以后才会用来投保。不过议员认为法令是死的，希望公部门会用来寻求解套，或者是个案来处理。至于募款的部分，因为劝募条款的规定，目前嘛只用来靠民间的社团来协助。因为家属本身是家己人，目前社会局嘛透过家己的社工来介入，希望会用来帮助家属渡过难关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